在荷蘭的華人慶祝節日都是不在乎同月同日去慶祝，只在乎曾經有慶祝。所以今天我們也提前了慶祝中秋節。雖然月亮還沒圓，但是我們的新馬會已經讓大家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團圓了。他們是有沒有花生瓜子的？哦，花生瓜子我看沒有了，我看沒有準備到。開玩笑，開玩笑。他們哦，要加車，哦。少啊。就咪你車嘅嘜頭咯，嗬。哦，金馬崙。佢得金馬崙？金馬崙邊度啊？金馬崙尖馬港。哦，我領你嗰個兄弟住嗰度啊？而家金馬崙好靚啊，整到好靚。而家倫敦好旺啊，真係靚啊！而家整到啊。係啊係啊係啊。嗰個塞車啊，好多馬來人。係啊，好多遊客買一金馬崙。馬來人嘅生意真好做。你又唔塞車塞到你爆咯，行路仲快過嗰啲車啊！我哋啊賣沙人。有個大把錢啊！啲馬來人。有年費佢金馬崙出世添啊！我哋呢度嚟，我哋呢度嚟都幾十年喎。係咯，幾十年嘛。你幾時嚟㗎？50年前嘅睇幾時嚟？7幾年嚟嘅。73、74。哦，73、74。73、74年就嚟啦。應該係啦，幫我哋差唔多。我哋都係啊。我都係74年。係啊，咁耐啊。哦，自從呢個房子到而家冇走。你點解會嚟咧？你？冇，我以前搭吉隆坡做巴沙，後尾有個荷蘭翻嚟嘅，你老婆做巴沙嘛，後尾你想帶人過去嘛，後尾帶我朋友過去咯 ，Danny 啊死咗咯，Danny 講帶人過去啊，我寫信俾你啊，哦，後尾個做巴沙做到辛苦咯，怡保路嗰度啊，批發啊，半夜3點起身㗎，真係啊，哇嗰陣時做到好辛苦喎，後尾又寫信俾你咯，寫就叫我點樣我買飛啊，點樣法國嚟啊，我哋又係法國嚟啊！你哋蘇聯機啊，只打蘇聯戰機嚟法國叫我哋坐火車入境落個站咯，後尾就坐的士嚟提東呢度啲美金啦，後尾俾10蚊美金你，你咁時一講唔交，後尾攞幾張俾你睇咯，後尾佢抽20蚊嗰張，有100蚊嘅佢都唔抽啊！我攞幾張俾你睇啊！你哋嗰陣時要換美金過嚟嘅。係啊，一定係美金啊，先換過嚟㗎。咁一嚟到就去咗呢美勤，做一路做到依家，治到依家。啊，大東嗰度啊，大東以前好多新加坡人做過嘅。啱。以前我嗰啲朋友啊，要喺嗰度做過好多啲，有好多金馬崙人喺嗰度。係咯，呢美勤攤衣啊嗰啲，全部都識㗎你哋。識㗎，有時手佢冇聯絡啊，冇聯絡就失咗咯，係啊。係咯，所以呢啲個會有時得好嘅啊。有嘅，大家聚一聚。攞朋友啊，開心。你唔係金馬崙人？喺怡保。哦，你怡保人，係喺馬來西亞識嘅定係嚟到荷蘭識嘅？哦，識咗帶你過嚟嘅。我喺呢度結婚㗎。你細碗仔啊！細碗仔你話叔哥。一嚟到梗係洗碗呢啲㗎啦。我都係啦。多數洗碗㗎。個都係啦。但係馬來西亞人一見到面都係講廣東話。怡保、吉隆坡啊，金馬崙都係講廣東話。啊，呢個好特色嚟嘅。除非你要去檳城啦、吉蘭啊，嗰啲海港咧有碼頭嘅地方咧，全部係福建話。福建話、潮州話。潮州話、福建話。潮州話。即係話嗰陣時，嗰啲福建人一去到嗰啲海港度冇走啊，佢哋就留咗喺海港嗰度。廣東人咧就全部走入去怡保啊、挖石尾啊，係嘛？做生意啊。割樹啊，係咯。哦，呢個係一個特色嘅，馬來西亞嘅一個特色嚟嘅。新加坡人。哦。馬來西亞金馬崙。同鄉添啊，係啊，可能4個都係識嘅。唔記得咗，幾廿年啊！幾十年前好辛苦啊！我哋嗰隻狗仔要70歲先可以攞啊！你75歲啦。以前係70歲㗎，不過依家70歲太多人啦，所以佢升咗，個會冇錢咗。水。我知，睇唔錯。依家啲人咁後生咗咩可以？食白面斑人多。食白面斑人多係咪？呢度有藍天㗎嘛，你
怡保石黑人。四塊地方咧。啱。依家啲人係睇唔出㗎，仲好有活力啊，全部。唔知你幾多歲啦？係一下就你啱啱過咗71。71㗎啦，好啊。今晚馬西嗰啲啊，有啲都樓好快路貓山王樓。啊，貓山王花園啲啊，我有個朋友喺紐約買咗個榴蓮園，仲嗰啲榴蓮樹仲好4棵啊！我話嗰榴蓮大嘅時候，你冇機會食啊！冇啦，2-3年喎。2-3年有得食啊？沒有，睇你嘅樹有幾多年幾？一般上咧7年咧 OK 㗎啦，開始啦7年。哦，7年有得食啦！哦，咁 OK 喎，佢都唔會太遲。舊年翻嚟食幾多貓山王啊？就係上嘅嗰度。上咗馬路嗰條路嗰度，紐約嗰度上。哦。見到好似城市咁樣喎，呢個分路搞錯。哦，咁嗰條路我要行下，唔使錢喎。唔係啊，你細佬識得。哦，識得人。識得嘅。你細佬嗰個唔識得。哦，嗰啲老挑老樹嘅。啊，老樹榴蓮啊，一路。馬來西亞最多老樹。嗰啲臭皮榴啊，嗰啲肉啊臭皮啊。哇，唔好講榴蓮啦，講起流口水。7月份係最好嘅時候。真係世界出名啊！我哋。如果第日鬼佬食啊，真係唔夠供應俾啊！如果鬼佬識食榴蓮啊，大鑊啊，唔夠啊，唔夠俾啊，供應唔到啊！但係中國都厲害咗。我都係冇咗屋㗎。有咩感受？開心啊！開心啊！你呢度鬆晒，最後會嘛？係咯係咯，老朋友最後會。啱，開心嗬！係啊，開心。今年見到，明年又嚟又見到，咁樣大家就開心。係咯，一年一度都好咁冇啊！佢入邊做咩啊？呢個係馬來西亞台，全部馬來西亞邊度啊？邊度？怡保哦，你也是金馬崙？紅鄉。哦，金馬崙什麼地方？甘榜啊，這樣哦。你們呢？檳城啊？哦，那天我才去鹿特丹有一家檳城人開的那個，哇，吃那西冷麥，好貴標，好吃啊。你呢？啊？甘榜啊，這樣，哦，也是金馬崙。我去你那邊就20分鐘到你家了。不當美麗。你影嗰啲菜園一流啊，我哋。正嗬，慳姨嘅。係啊。佢種菜種咗10幾年啦。我影得幾好喎。影到幾好啊？哦 ，thank you。第一次見面啊，見過幾次。又叫馬來西亞嘛，有時你都知道，啲馬來西亞人問你有得問。呢日中之貴嘛 issue 啊嘛。因為馬來西亞我哋好少接觸到，好少馬來西亞人嚟參與啊！因為我哋有鹿特丹馬來西亞人多數喺嗰年嗰邊多。啱。咁有一個人接觸咧，因為叫你阿姐做埋。佢好忙啊，好多會啊佢又。我多會喎。你梗係多啦你。仲有加多一個。做嘢得叫我吹水啊！開玩笑得嘅。我而家叫咗呢個人嚟啦。即係做嘢我就唔得啦，叫我開玩笑我得嘅。玩啊食嘢啊得嘅。佢逼我入會啊，滴血為盟啊！你影相啊你。哦。就是要快一點啊！快點啊！快，走！啊！真係。走快！我又睇唔見大佬。1、2、3，原地踏步，1、2、3，原地踏步，1、2、3，原地踏步。
哇，呢個犀利！连着他不了，往后面，上来，他去吧。我都不知道怎么玩。就是原地，他们不要踏进原地的。全部踏出來了，只有他踏在裡面了。出来了。要跟他們倆在這個窗子。他一開始沒有講清楚，有講清楚你就不動了嗎？我們講這個窗子，一個、兩個、三個，叫什麼酒？他到這裡來了。好了，返老還童啊！什麼？返老還童啊？OK， 謝謝 ，Thank you。朱明信不是朱明信哎呀，拿了又拿回去，不可以的嘛，這樣嘛，給了就給了嘛，哦。不一樣的，會長等一下。你們是獎品，你們的含金量高一點。哦，這個是金的這個金牌。會長對，沒有的。啊？哇，做這加多咗少少馬來西亞人，做這加多咗少少馬來西亞人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你呃過嚟，呃過嚟。哇，榮，哇，做這多咗幾個馬來西亞人。係咯，呢個全部馬拉嘅，呢個就新加坡半個馬拉係咪？呢個馬拉嘅，我都馬拉嘅，啱到啊！我之前已經到咗，佢哋我哋遲到。哦，佢哋喺入邊作緊。遲得遠嘛？知道，咁幫阿張嘛？塞車啊，今晚係咯，塞車啊，要咩？3粒鐘喎呢度你？2粒半啊？哦，好耐冇見咯。嚇？啲細路好大個啦。大嗰個都30。係啊。係咯。唔經唔覺啊！一下就嚇死人啊！啲時間飛得。時間飛得好快。啊，所以話冇咩機會見面嘅。係搞啲活動有機會見面。係啦。有參加啲活動咧就有機會見面。係啦。你今次又會落嚟嘅咁遠水路？繼續領隊啊！我繼續領隊。拎嗰個一架車兩架車？一架車啊？大車啊？租車落嚟。我租車添啊？7人車啊？9人車。哦。有揾司機揸車嘛？我有埋司機揸車，我唔怪得佢喺嗰度飲酒啦。有司機揸車飲酒。冇咗添。聽講佢唔俾飲啊！唔俾，依家唔俾飲係咪？依家拉超嚟啦！係4蚊雞紅酒咧，俾人攞攞埋唔俾開啊！俾佢攞走咗係啊！依家唔可以飲，俾收咗先，陣間正可以飲。哦。等我影下佢哋先。我最準確啦！是不是我最準確啊？看，我肯定中獎的。45的。係啊。一樣的。識咗佢啦。太厲害了。高山啊！快！原地踏步，跑起來！快！原地踏步，跑起來！動作快，跑起來！沒有人出來救一個，沒有人出來了，這個也跑不過來，這邊。哎呀！
幾好㗎！沒有了。越走越遠是吧？冇咗個，你冇感覺嘅喎。係咯係咯，自己會走喎。自己啱行過。啊，所以呢個遊戲先好玩嘛。係啊，咁樣行下出咗局啊。我出嚟。他没有出来，你后面的，你进来，那你2个，你和我可以在这里。出来了，不是给他们那个。树林的林。出来了，对，出来了也有了，出来了，他们2個。呢個熱口面啊你。呃人嘅嚇，寫咗。大哥唔係你自己出錢㗎？身體健康。買到，他看了看不到你拿走的。對。釣魚啦！你睇唔到我哋自己喎，但係佢影到我哋嘅。啊。扣個把開住，哪個進來啊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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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這裡可以了！好看，這裡一個，誰最多啊？這裡1、2、3、6個、7個，還有一個就。係啊，呢個時勢360度㗎。唔好摸佢大髀啫嘛。好，準確啊，來開始，好，好嘞。哦。加油，好。哇，贏啦 ！OK， 好，謝謝。正牌。加油。入牌。摸，OK。中了，再一個，好，再一個，第3個，好嘞，哇，最後一個，好嘞，哇，好香啊，哎呀，好，OK， 加油，OK， 好，開始。哇！要用力。唔好意思嚇，一下唔覺意笑咗出嚟。犀利！太輕嗬？唔係啊，你企得太遠啦，正話佢哋冇企咁遠㗎。用力，用力。好嘞。啊，真係唔得。唔得啦，咬都唔得咯，手都唔得咯。哦，挑戰。好食力啊！因為我哋手食唔到嚟啦。你係游水嘛？游水都冇用啊！你點？係咯，就係游水嘅力唔一樣啊。佢呢啲係要去 gym 嗰啲。还可以继续是吗？肯定可以的。120差不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
加油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可以了。
27、28、29、30，可以啊！我最多30喎。多一個。冇啦，俾第二個玩啦，俾第二個玩啦。42、43、44、15，好！哇！没有65、15。女的只有15的，男的30的。他这种种族歧视，性别歧视，性别歧视。啊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下来，弯下来。多少岁啊？82。15。他今年几岁啊？82啊，82。22岁啊，22岁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大姐是80多岁啊，挑战30公斤长跑。大姐什么名字啊？阿姐你做冷衫咧？係咯，我未有，我今日第一次參加今次。係咯。邊度冇得買啊？而家問我忘記咗。啊，就是我。你啊？哦。志在參與。啊。哦，好多姓胡喎。全部同一個鄉下㗎，真係。我聽說文成人很兇的哦，會打人的哦。是嗎？是真的？哦，打老婆的。打老婆啊？是嗎？因為我認識有個溫州人是給文成人打。哦，真的啊？哦，這樣不行。也有很好的文成人啊。我就是咯。幾十年嘅，40、50年都冇。你唔得佢啊？有錢到乜佢？唔係，有錢佬唔啱識得我。唔係後生同而家係會變㗎。我邊度有變？我冇變啊！咁仲係咁樣靚仔。靚仔啱。仲係咁靚仔。我哋自己照鏡嘅時候唔覺老。咁嘅心態正確。咁嘅心態正確。做人又伙計講嗰句，做人咧咁又有真誠。係啦。360係咩年代㗎？係最新嘅一代。好玩啊嗰個。第5代，5X 正嘢嚟嘅。係啊，360度啊！嗱，依家睇唔到人㗎，另外一邊都影緊㗎。奧運會。啊。那個月餅。全紅嬋。中國月餅。啊，中國月餅啊。9月3號月餅。我們去吃月餅。謝謝你們傻瓜。謝謝姐姐啊！謝謝。唉，謝謝你。好 ，OK。贏咗，耶！做你自己喎。我冇啊，我應該我再邊個？我話嗌我個獎咩？揾唔到你啊！嗌名㗎佢。做咩？咁樣我個名你唔嗌嘅？你等一下。哦，你冇牌添啊？唔係啊，我有名㗎，我中咗嘅。我有的，我個名字有的。剛才叫他名，他沒有來給朗讀。那不行的嘛，我有名字嘛。那誰？啊，我沒聽到啊。我再給你，來。好了，那你給我派的。我坐在那邊嘛。啊。他們叫名人，你沒有過。來，帶上去。啊。那你要教我一下，我坐的。沒事。謝謝。咩山話？吹水都似啲嘛。啱，係啊。咁遠就睇唔到啊嘛，冇咁大鏡。要吹水吹大啲啊！
係金馬倫係皇城，你哋祖鄉文城人。文城人，哦，558。哦，583，我幫你記。大哥城啊！哇！我諗住有獎啊嚟到運氣㗎。你飲醉酒係嘛？行錯地方啊！我諗住又有獎啊，而家嚟到運氣。有啊，嗰隻水杯啊，好正下㗎。係啊。啊，你嗰啲茶可以擠入去入邊。可以保暖保暖。啊，保暖我就唔知啦。好凍㗎，肯定啊。你要分啊？你係要分啊？啊！哇，喂，你哋嗰輛車犀利喎！乘車。我冇份啊，幫我企下呢度先。你領單領拿到票了？哦，你給錢的時候。呀，給錢就一個嘛。拿到個水杯。我家裡一大堆。家裡一大堆水杯。那天我們去重播會，羅指導又拿了2個鐵。哦，又是這種啊？鐵的，不過掉下會破，這個掉下會破的。哦，那個玻璃的好點啦，應該是啊。哇，你哋紅車犀利喎，三個啦喎。是在這邊的。啊，來。叫個幫手過來，要幫他們上這個是吧？不錯的，這個。可以啊，那個飲茶，啊方便啊，因為那些茶包其實不大好，茶包有那些，所以現在出這種就可以。都走了。啊！馬來西亞特產啊！馬來西亞特產。耶！我最喜歡。馬來西亞特產啊！香港也很愛喝。是嗎？這樣。係咩？美祿啊！哦。係啊。美祿。我是我有美祿啊，剛剛。哇，正！哇，手快有手慢喎。所以我咪第2台咧，睇都由醒目咧攞2隻。哦，佢載你哋嚟㗎？啊！你好。你哋講印度話冇？一不啲。Esparglet。誒，哇！你哋已經食緊㗎啦。我係幾長龍啊！排長龍啊！唔怕，慢慢嚟。飲杯！哇！你看我們的會長，會長在收垃圾。對，會長收垃圾，要排下來做。對，好啊。試寫下啲紅酒得唔得啊？你影相唔可以飲酒啊，大佬。係啊，我知。得，好，你白褲喎。佢驚我手震。試寫添。係咯，嚟飲杯。你而家都好成功，呢個好成功喎，喺個上 YouTube 添喎，真係。係啊，YouTube 成日睇到你添喎，點讚人多咗，走去前邊啦而家。你話犀唔犀利？我點一次啫嘛。跟住你成日抌咗你俾我睇，係咯。咁啊，我話好啦，我係點獎點讚你，跟住你係咁面俾我50蚊答啊。唔怪得我最近呢集有幾百個點讚啦，個個諗住50蚊。放
訪問嗰個98歲嗰個真係唔容易啊，係咪報假㗎嗰個歲數？唔係，我想問嗰個98歲嗰個，佢講佢可以揸車係咪？啊，佢係咪揸緊45嗰啲啊？唔係，坐你傾嘅傾到佢。唔係，真係嘅揸車嘅。呢個真係好。我諗住我下一集仲要揾佢煮嘢俾我食。係咯，仲識煮嘢，因為佢話佢打麻雀嘅時候，佢煮嘢俾嗰啲麻雀友食㗎嘛。啊，呢個嘢我睇百幾歲、17歲。係啊，佢講話幾大聲啊！係啊，因為我嗰陣時喺個會嗰度訪問佢啊，好嘈啊！哇！佢嗰把聲蓋過佢哋啊，要啱，所以我揾個機會叫佢煮飯俾我食。係。佢自己飲白蘭地嘅喎，好似話你問訪問佢。啤酒佢唔飲嘅，佢飲白酒啊。一套水嘛。係啊，啤酒唔飲啊，佢話飲白蘭地喎。飲白蘭地啊！我哋都開始飲白蘭地咯。係啊，冇飲啤酒啊。頂唔順咩？唔識飲啊。啤酒太多水啊。真係好嘢。吃包包。你好嗎？沒事哦。沒事，你。解釋真係係啊，解釋啫。嗱，呢個唔係我食㗎。去到嗰度，我攞唔係我食啦。啱。唔好解釋。你係介紹阿唐哥？阿唐叔，就係你啊！係啊！哇，佢仲認到你啊！啊，嗰集我冇戴帽啊！你冇戴帽喎，就係咯。睇見你好似好熟面口。要福康樓。我就係唔知道邊度，但係嗰個老人院都幾好。佢唔錯㗎。不過佢依家滿咗嚇，依家有兩家嗰啲鬼佬住喺嗰度，要2個鬼佬搬出去，咁啊全部屬於中國人啦。屬於中國人咗。佢係話佢係海城嘅創辦人。747嗰陣時。747。海城啊。海城。海城之前叫747啊嘛。係啦。如果係應該去到食過嘢啊，先係747啊。747人。跟住佢食飯先。冇咗啦，唔使排隊啦。冇咗啊？冇咗啦，得啊。哇！唔怪得你咁少啦，我攞2隻一個人啊。你應該同佢影相。嗱，佢呢個佢呢個冇解釋。係嗰個中國人姓黃嗰個係去747去開㗎。佢嗰時開嘅時候叫747。對啊。沒事的，它是360度。哦。360的。哦。所以有時候你看不到我的時候，我已經在拍。這樣的。也在自拍。我最喜歡自拍，所以我才買。你拍吧。對。哦，有人在這裡控制的。哦，還可以，怪不得。坑渠都塞埋係咪？哦，有人控制嘅。呢啲咧冇人控制啊？呢個自己嚟。哦 ，OK， 明白。哦，這個是什麼？沒有了。這個呢？這個呢？發頭髮。哦，沒事。有冇？呢度有隻係咪？有咩？哦，冇啦。唔怕，蝦頭都好食。哦，呢個rendang啊，佢哋唔食啊。哇，我中意啊rendang。這裡還有這個螃蟹我沒有牙齒了，我就 pass。OK， 慢慢吃啊。OK， 大家。馬來西亞過來，新加坡過來，馬來西亞、新加坡過來，什麼過來？福建話點講啊？
敢放。OK， 再来一张啊！现在是大家有点笑容了，很幸福。1、2、3，笑，全部笑的。新马会今天的活动，开开心心的玩游戏，开开心心的拿奖品、大抽奖，仪式感满满。感谢理事会们的辛劳付出，感谢赞助商，更要感谢的是新马两地的同胞的到来，因为只有他们的到来，吃喝玩乐，这个会才有人气，活动才有意义。希望下一次的聚会有更多的同胞参加。好了，这一集就到此为止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多谢。